秋天到了是食金仔的季节，但是去年才有进口的中国毛蟹带澳新超标流入到市面，互袂少人食落肚。那你食金仔就要注意啥呢？医生讲，因为走私的中国毛蟹大多数拢无入关来检验，食安的风险真悬，上好莫食。过来，食这个金仔肉比食金仔膏、金仔仁较安全，因为金仔仁的胆固醇偏悬，有腰子病，或者是痛风的患者，想要食，拢要注意。毛蟹壳掰开，随看到毛蟹仁，秋天是食中国毛蟹季节，也毋过就惊讲食到有毒的。妇女在怀孕的时候暴露到带奥辛低剂量的话，长时间产生畸形胎儿的风险，然后有可能会增加流产的风险。去年食药署边境抽查发现讲，有中国毛蟹带奥辛超过标准，更加含的是有业者未通过检测，就先偷啊卖。唔知人食咧腹肚底，一只有毒的就超过大人每一天限量的5倍。虽然是吃螃蟹的季节，不少饭店业者也准备了秋蟹大餐，准备让大家大快朵颐。但是吃螃蟹要怎么样吃的安全又有营养？来听专家怎么说。痛风啊、胆固醇啊这些，我们那个蟹黄、蟹膏就先不吃。那还有一个螃蟹里面有一个肺，黑黑的里面那个肺啊，那个鳃那些不要吃，那些不要吃。那些从古书跟现在的记载就是说那边比较藏污纳垢了。几只红鲟甲放落去，海产火锅虾啊红鲟免不了。即马食毛蟹人比平常时加2成。中医师提醒讲，只要莫食翅、鱼、肝等等部位，拢会使放心食。不过不是大家拢适合，若是有腰子病，还是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甲动脉硬化的人，毛蟹仁唔通食伤济。感冒还没有完全好的人，不要吃太多的螃蟹，会拖比较的久。再来就是跟柿子吃，它会容易拉肚子。怀孕的这些妇人呢，她不要吃太多的螃蟹。因为毛蟹较冷，食伤济较好食歹腹肚，所以讲料理上嘛要特别注意。秋蟹呢，这个可能比较稍微寒一点，所以我们搭配的汤底是属于牛奶药膳锅。那在这个秋冬啊，吃起来是一种温补的概念。除了去餐厅食，有的人会选择家己买回去料理，那呢要安怎拣，这嘛有撇步。挑的时候看他眼睛灵活度够不够，螃蟹一定要吃活的，啊，再来就是看它后面这边够不够宽，够宽的话就表示它蛮饱满的。这个肚子的部分这边黄不黄？卖一个几年中国毛蟹，人家拢规气好头家娘拣，不过就算真有经验啊，拄着活跳跳的中国毛蟹，嘛同款会好业着伤。赶快下去啊！真正都要细致，连专业的手同款是伤痕累累。所以讲，若要掠登去煮的时，会记住处理的时爱挂手笼。若是毛蟹想要走，教你一步，会乖乖听话。它很会跑，对不对？但要倒步一个砍落去，这个毛蟹无看到光，水袂叮当，就使会乖乖啊就范。伫厝料理透过加热，会使提示海洋河菌、海产真可能煮熟来食。虽然讲食毛蟹有真个禁忌，不过伊营养价值嘛真悬。它里面的肌丁质跟这个营养呢，特别针对那个筋骨损伤的，比如说有骨折啦、肌肉断裂的人，他在补充的话，对这些筋骨损伤的人，它非常非常的好。提醒乡亲，好食嘛唔通食伤济，因为2支雪蟹卡热量88卡，胆固醇5gam，建议摄取量是一天3支，上济6支，安尼就好。红鲟半只热量是122卡，胆固醇296，建议量是一天半只，上加1只。若中国毛蟹2只，热量是103卡，胆固醇267，建议量是一天2只，上加搁食1只。所以讲，秋天毛蟹好食，要有真侪种料理方式，会使满足各人的口味。不过，嘛是要注意毛蟹新鲜度甲清理方式，唔通将假生虫食落去腹肚底。